呢，老师带来的这个是意大利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饼干，对不对？它有故事，是有故事哦。我们一边做呢，一边来听看看这个塔拉里这个脆饼呢，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哦？好，我很喜欢听故事。是啊，首先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的食材。那食材有面粉、低筋面粉、盐巴、橄榄油、白葡萄酒、黑胡椒、大蒜。南里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它叫普利亚。那普利亚这个地区呢，它有盛产三样东西，是哪3样？就在这里面，给你猜猜看。我猜哦，是的，应该一定有橄榄油吧？是的，意大利嘛，每个人都会想到有橄榄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不带甜的葡萄酒也是那边的吗？白葡萄酒？意大利有葡萄酒啊？哦，意大利有葡萄酒，那大蒜吧？难道是面粉吗？面粉意大利好像没有特别啊。意大利的小麦这么有名，因为他们做那个意大利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哦 ，OK， 所以我到底猜了几样？我好全部都猜。小麦、葡萄、橄榄，这就是意大利他们南里那边盛产的3样东西，所以他们把这3样元素全部放在一起，而且是非常的简单。好，我们现在赶快来做我们今天这个塔拉里的这个脆饼哦。那就选择低筋面粉或者是杜兰小麦面粉哈。来，我下去，然后盐巴，尽量选择海盐，对。这个也不用发酵，也不用什么，最简单的。那这个是 Picard， 它味道比较重，来，葡萄酒，好，不甜的葡萄酒，全部把它丢进去。黑胡椒。老师为什么要用不甜的这个葡萄酒啊？因为它是做咸的，那你甜的会影响到它整个风味。我想说咸里面带一点甜，甜里面再带一点咸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因为我怕会用到有一些葡萄酒，它的甜是非常非常恐怖可怕的哈。好，来我们蒜头你喜欢蒜味重一点，我们就加重一点；那不喜欢那么重呢，我们就不用加那么多。那在意大利他们会加什么？加小茴香籽。哦，小茴香。但是我试过用小茴香籽呢，台湾人吃不习惯。老师，为什么你要剩这一点？我怕蒜味太重，等一下你不敢吃。哦，不会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那么就全部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老师，那你跟我讲就好了，你今天可以不用来了。我悄悄的喝啊哈。这有技术的哈，有技术的哈。好，开玩笑哦。其实为什么说先跟观众朋友讲，是真的非常简单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美感，对，还是有一些小撇步在里面。那一定很多人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就很多人会问说，哇，里面没有水，只有油。好，你们完全没有水，只有油跟酒，酒味会不会很重？那等一下吃这个出去呢，会不会被酒测呢？有那么严重吗？然后跟警察讲不清了，警察一定说怎么可能饼干里面有酒呢？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推销了，说来看我们厨娘香歌秀节目就是我们饼干里面呢是有带酒的。好，来我们稍微把它揉，把它揉成光滑，三光，三光。好 ，OK， 那要不要甩呢？不用，何谓三光？再考你一下。你看啊，老师不忘了，他都很怕我痴呆吗？他每次来都要考我哈。是的。好，三光这个手要光嘛哈，然后面盆呢也要光，然后这个面团本身呢也要光呢。对，好，很快的，来就把它三光了。这个也不用洗，完全什么都不用，直接操作。对，直接操作。那怎么操作呢？因为它的形状呢，我会把它做成像德国的那个纽扣饼干。但是这个饼干超级特别，我看到现在一点特别都没有啊。等一下你就会吓一跳，瞠目结舌。好，等一下呢就要麻烦你一起帮我做好吗？好，我们先呢把它分成长条状，然后大概一个小面团，大概8公克、10公克左右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像在做那个猫耳朵哦，是中式面食的那个猫耳朵。然后呢，你看面团好了，来，我们把它揉成细长条状，把它结合在一起。
哎，这样子。这个呢也可以，因为我常用这个塔拉类饼呢去做那个亲子课程，它所以就是小朋友呢跟妈妈呢能够做一个亲子的互动，这多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一锅水哈，然后要把它一定要滚嘛，对不对？煮到完全沸腾，完全沸腾。稍微呢还是要把它搅动一下。对，好，这个也是小撇步哈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煮这个水饺，尤其是这个冷冻的水饺或者是冷冻的馄饨哦。对，我们丢下去的时候呢，很多人为什么说煮这个包好的水饺呢会破皮，就是因为刚刚那个动作没有做。我们把水饺呢倒到这个滚水里面的时候，其实它的温度已经马上就降下来了哦。然后水饺因为那时候很重，它就会沉到底下。你第一个动作一定要用筷子或者是铲子呢，把这个水饺呢赶快稍微拨一下。让它不要粘在那个锅底哦。对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呦，梳上胶哦，等到水滚的时候呢，才又倒什么半杯水啦，第二次水滚又倒水，那个时候其实水饺在你刚弄起来的时候，皮都已经破掉。对，所以10颗水饺大概有3颗的皮是破的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浮起来了，可以吗？对，有很多都浮起来了。那浮起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捞起来。很快吧，就像煮馄饨一样，真的是很快，比煮馄饨还快啊！馄饨一般来讲要8、9分钟嘛。其实它不太会粘锅啦，因为本身我们刚刚放了很多橄榄油在里面。是，对，我们就直接这样把它摆上去就可以了。我好怕它粘在一起。哎，不会，因为它很油。因为它很油。老师，那干没塞夹？没塞。不行。好，你看有没有香气已经跑出来？对，就天然的橄榄油的香气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它排得很整齐，这样子呢，然后进烤箱，然后180度或190度。好了，经过190度20分钟，然后我们的塔拉里它也快要好了，就把它烤得很漂亮、很上色，这样就 OK 了。我拿出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表面那个条纹很漂亮。稍等我一下。其实老师在做这个塔拉里刚刚成型，就是弄完这个纽扣的时候，我很想在上面撒那个黑芝麻，我觉得这样吃起来一定更香啊。好，好可爱哦！我觉得它好像变比较小没有。会啊，它预热还是会收缩，预热收缩。你看它整个味道都跑出来了，对，蒜的味道。对，它蒜的。如果今天你是用小茴香的时候，它的味道就不是这样，又不一样了。对，但是意大利人他喜欢吃小茴香。哦，对，石螺啊这一类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在做这样子一个比较咸式的这个饼干的时候呢，也可以，比如说你喜欢像意大利香料加一点进去，对，也是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喜欢吃台式的，你加一点葱也都可以啊。可以。老师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赶快摆盘吧。你刚才你说如果要吃甜的怎么办？我们就把盐巴拿掉，放糖下去。但是跟蒜呢，能不能结合？其实蒜不行。老师，你错了。我好怕。我告诉你，你吃过蒜头的冰淇淋吗？没有。超级有够好吃的。真的在哪里可以买得到？对，我在可能平常买不到啦。我是在美国，他们那个大蒜节。哇，整个那个园游会全部都跟大蒜有关系的。哇！结果我就想，为什么这一摊大家都在排队去看？天哪 ，garlic 就是那个大蒜的那个 ice cream 嘛。我心想说，这个结合一定很恶心啊！但我想说，厨娘一定要有牺牲的精神，一定要。我就去排队，想那么多人在排队，我就给他，哇！非常的好吃，是啊，大蒜冰淇淋，好，它就是甜的，不是咸的。教学相长，下次我去美国的时候，欢迎你带我去。啊，你看，因为它有橄榄油哈，所以它不太会黏哈，是 OK 的。好香，很香。虽然说它有一点我喜欢吃这样子的，因为很好扒着。对。老师是这个要放凉它更酥脆，会更酥脆。等不到放凉了，放凉等下就没。好好吃哦！我觉得这个饼干很好吃。
让你吓一跳吧？真的吓一跳，又简单又好吃。我没想到这个饼干这么好吃。我其实有一点害怕，说做出来不好吃，又不好意思说你下次别来了。那真的好吃。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就是说这就是代表意大利南意哈，它的3大产业。小麦、橄榄、葡萄、小麦。对，橄榄、葡萄、小麦哈，就它所有都融合，它意大利的精神都融合在这里面，所以它是一个蛮地道的一个小点心。我觉得这个饼干真的是不错。观众朋友，简单，太简单了，不做就亏了哦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看了这一集的观众朋友呢，会因为它很简单而很开心啊。因为不是每个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非常会做料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方法，又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的话，我想这一集呢，应该会符合您的需要。是的。那我们呢，很高兴文森老师带来呢这么简单的这个料理呢。希望下次带来呢更简单的。不行吧？他说那我没办法上节目。我最简单就泡面跟煮水饺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喽。